的花卉展览会，这礼拜六要来开幕。今年是甲埔里的传统产业、美食小吃、甲文创的手作、甲这个埔里的花来相结合，内容真丰富。 美美花舞宣告今年度埔里花卉展开始啊！啊，佫有咱的特色的一寡农产品啦，吼啊是讲咱假日的时拢有这个多肉植物吼啊，每一届拢有2场的 DIY。 展览区赶紧布置，今年将会结合农产，打造出全新的亮点。苹果加上花，所以这样子送人家，人家就会很特别，很不一样。然后这个是生姜，生姜本身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再加上花。除了会议主题展示11月39、12月10月活动期间，假日拢安排小农、文创甲美食的市集，也有体验活动，欢迎乡亲做伙去赏花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